美國天仙配 Transparent Audio 出產嘅線材，一直主張具備優秀嘅聲音平衡度，絕對唔會混入任何會令聽眾出現霎時亢奮狀態嘅添加劑。至於波仔今次介紹嘅 High Performance Power 高性能電源線，當然亦唔會例外啦。佢內藏3組12號規格嘅 OFHC 多股式純銅導體，線身配備優質純銅屏蔽織網，有助降低噪音。至於頭尾兩端就分別用咗美國 Hubbell 生產嘅8115醫院級美式 15A 插頭，仲有廠方特別訂購，表面經過拋光同埋24K 鍍金加工嘅 IEC 機尾插，價錢實惠嘅 High Performance Power 高性能電源線，適用於體系任何環節，締造最佳嘅傳輸效果。至於線身同樣柔軟嘅 Transparent Audio Premium Power 優越電源線，同樣屬於三深色佈局，3組10號規格嘅 OFHC 多股式純銅導體，提供更充裕嘅電流傳送。除咗純銅精製屏蔽層之外， Premium Power 優越電源線更加配備咗 Transparent Audio 獨步天下嘅校聲秘技，度身訂造嘅校聲網絡模組，佢可以進一步降低交流噪音，同埋消除線身上面嘅諧震。Premium Power 優越電源線所採用嘅接駁插頭呢，全部都屬於廠方特別訂購，傳導節點經過24K 鍍金加工嘅專用貨色，改善電流傳送，協助發揮匹配器材嘅應有性能。同所有 Transparent 嘅高級線材產品一樣，波仔今次介紹呢兩款電線呢，全部都係響 Transparent Audio 美國總社入邊生產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親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參觀選購。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